开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伟老师，欢迎大家跟我来学客家话哦。第一句话，我每天看电视新闻哦。我带你看电视新闻，我就是我，带你 every day 每天，看就是看电视新闻很简单，再来一次哦。我带你看电视新闻，按 why 很简单说，对不对？下一句，现在有很多人上网看新闻呢，呀哈，没有懂到你上网路看新闻，呀哈，就是现在时下，没有就是也有，懂到就是很多人，上网路就是上网路，上网路。看就是看新闻，整句话再来一次哦。呀哈，没有懂到你上网路看新闻。哎，你看，你只要跟着念，就会发现客家话其实很简单说的呀。我们请特别来宾讲客家话给你听，看看他说的有没有比你好呢？来，当你看电视新闻哦。也还没有懂到您上网路看新闻。嘿呀，秋奶妈有听天直播懂风片哦，耶！嘿，老师要来考翻译题了。你有上网看新闻吗？客家话怎么说？来说给我听。你有上网路看新闻吗？安外，今天学到这了，安子 say 拜拜。